Hello，各位星又見面啦，晚安啊！歡迎收睇中國 TV 專講場呢個環節啦。1月18號啊，沙田日賽呢，咁啊直接5班頭場呢就係上演呢2000長途賽事嘅。咁阿肥啦睇勻咗之後嘅話呢，頭場啦又比較矛盾少少啊。一係呢就係由頭放到尾嘅一個賽績，一係呢就後邊爆放啊，非常之勁抽嘅後上馬。咁啊得呢兩種馬匹呢，就係可以呢就入三甲機會特別大嘅。今日試完呢，就係攞隻10號仔嘅香港精神做一個呢睇翻個之前嘅賽績啊。咁啊兩個冠軍，一個亞軍，一個季軍啊。末段完成時間係22秒79，做一個標杆嘅。今日嚟望一望隻香港精神啦，過往跑8歲老馬嚟噶啦。咁啊好多場呢有代表嘅。咁睇翻佢近呢幾仗嘅2025年嘅6月26號嘅，咁當日攞住個第3名。由頭啦，14檔外檔啊，非常之就係蝕張咗少少嘅，咁啊留後放啦，放到最後啦，完成時間呢，末段啊23秒33噶，咁啊足足咧係比前邊嗰隻暴風雷呢就係稍快0.13秒，比嗰隻頭馬13號嗰隻呢就係黃金風速呢直接呢係快咗係0.6秒啦，直接係0.6秒嘅，所以呢，見到佢呢嘅後上呢，只要爆發力勁多少少呢係冇所謂嘅。嗱後邊全部馬匹呢已經係24秒打上噶啦，所以啦一係一場呢唔作準啦，唔緊要啦，攞住咗個香港精神再睇翻佢3.7倍當日嗰一場先嚇。咁末段好勁抽啦，22秒79嘅，當日攞翻個緊緊第4名。但睇翻前邊馬匹啦，領放嘅亦都唔錯嘅喎。你見到咧，直接嗰隻黃金風速咧，由頭放到尾12外檔，都係壓翻個4/3，當日20倍攞翻第3名嘅。咁前邊啦，直接咧都係1檔2檔啦，隻馬仔咧都係中段開始啊，咁啊後邊完全搶用方法咧都比較係 keep 住係即係前邊嗰段係爆放多少少嘅，唔係後上嘅係爆放為主嘅。咁啊直接行到最後嘅話咧，都攞翻個係第2、3、1、2名噶啦。咁後邊嗰啲咧，你見到隻皮克特斯啦，14檔外檔啦，就放到尾，但係末段嘅時間係23秒90啦。咁全部嗰啲咧後邊爆放嘅。直接去到隻咧3號仔嘅呢隻咧就係裕達寶區咧，由頭放到尾，但係咧每段時間非常之差啊！嗱，一係咧就攞住個23秒頭，一係咧攞住個快放嘅呢一個戰績啊！咁啊，撈少少啊，睇翻佢過往嘅，亦都可以上咩成功嘅。第2名嗰次啊，2023年噶啦，6月25號啊，同樣啦，嗰個係沿途周圍拆旗指示啦，你見到啦，就香港精神咧3檔之後咧，都要個後上爆放嘅，咁啊23秒94比較差少少，其他啲馬仔咧都係23秒26，呢隻咧由頭放到尾後邊爆放嘅23秒26。咁另外嗰隻啦，就喺連勇敢咧4檔之下。由頭放到尾噶啦，捱到最黑嘅啫，23秒87噶啦。咁其他馬仔已經係24秒打上，所以其實末段嗰個最快咧係最緊要嘅。咁所以咧，撈佢望得幾長先啊。嗱，同樣啦，見到啦，由頭放到尾嗰啲3、4名1、2檔位噶，中環16啊7點嗰個咧就係由頭放到尾捱到你嘅23秒幾，剩翻嗰啲咧都係23秒末段係24秒打後噶啦。所以其實追唔到噶。一係完全咧就好似前面嘅咧包裝旋風啦，同埋一步到位啦，呢啲完全由頭放到尾嘅。咁呢啲咧就係攞咗佢3秒幾噶啦。咁啊，所以咧睇勻晒嘅香港精神嘅過往其他馬匹嘅比賽咧，咁首選嘅阿肥咧反而要咗係11號嘅永勝金區先啊。雖然呢隻馬仔咧就係近呢幾仗今個賽季咧係冇跑過係田草嘅2000長賽事嘅，但上個賽季咁翻個同情，大家睇翻啦。之前嘅2分01.29係試過，當日雖然第3名啫，45倍嘅係跑住個4班啊。咁啊末段咧非常之差，24秒30啦，所以咧當日咧係攞住第3名嘅。咁去到今個賽季嗰陣時啦，2005年4月6號嗰時咧，終於咧贏馬啦，末段時間係23秒頭嘅，非常之好。咁啊隻馬仔咧2檔之下嘅話咧，係都叫做係完全 keep 住喺中間位置啊。最後咧爆放成功係23秒12嘅，記住啦。咁啊贏咗啦。咁最新嗰次雖然係短搶後啊，咁啊7檔之下嘅咧，隻馬仔係留後放嗱，所以見到啦，留後放之下嘅話咧，末段爆放係好少少，但係由於係有少少內閃啊，咁啊唔願意咧就係移開嗰隻咧就係隻暴風雷咧外側噶啦，所以隻馬仔咧係完全係難以咧被力測多少少嘅搶後啊，所以最後咧搞唔掂啊，咁啊死翻佢今個賽季啦嗰幾仗。最主要跑嘅係田草嘅1800，但係啦一仗咧就係黏地啦，咁啊時勢問題啦，跟住啦去到係11月15號嘅嗰次嘅話咧，直接大道後啊空位不足，咁啊毫無表現噶啦。咁
咁最新一次咧，谷草2002啦，咁隻馬仔咧，由於當日嘅話咧，都係叫做係直接增程度跑，佢係更加長途多少少啊，係谷草2002嘅。咁孭住121磅嘅周俊樂咧，今個賽季丁冠豪咧，最主要都俾周俊樂拆旗噶啦。咁過往跑住長途嘅田草2000都係俾翻丁冠豪噶啦，冇乜點樣易主過嘅啫。咁上仗啦，已經雖然出閘笨拙啦，但係走住個內碟嗰下嘅話咧，慳翻唔少腳骨力嘅。佢最後咧向外移嗰下咧，追勢非常之好，但係咧由於當日嘅話咧，佢係跑住咗個係2200長途嘅，咁最後嗰下咧都係由於空位未能望空之際嘅話咧，咁收慢咗少少啦。咁最後啦11倍飛格之後落飛嘅，但攞咗個緊頸係第5名嘅，第4名都冇，但係咧全部都係叮當碼頭嚟噶啦，攞住個係第5名啊。咁事不宜遲啊，睇翻當日最後邊嗰一段路程啦。11號嘅永勝金區，今次縮翻過嚟跑佢個灑吉路程嘅田土嘅2000長途賽事啊。過往啦都係2分02.70同埋2分02.99，末段啦都係平均嚟講啦都係23秒頭段為主多少少。咁今季咧係雖然咧冇乜戰績表現過嘅，但最新嗰次拆旗指示嘅話咧，亦都係真情去包括2200咧，睇唔睇嗰個後勁啊，蓄勢待發咧，其實係爭在少少就係腳程嘅啫。咁事不宜遲啦，睇翻隻馬仔啊，永勝金區呢隻馬仔係後上，我覺得係殺急多少少啊。事不宜遲，睇翻當日後邊最後嗰300零米嗰下發生咩事情先啊！好啦，俾大家睇翻多條影片啦。11號嗰隻永勝金區嚟噶，藍色眼罩啊，頭套嘅。咁當日嘅話咧，亦都係400厘米轉彎，最後嗰個轉彎嗰下咧，開始喺度咧蓄勢待發啊。當日咧，周俊樂啊，見到馬匹咧就係喺嗰個二碟位置啦，見到啦，難以望空之際啊，有少少咧俾外邊隻馬仔頂一頂嘅，所以啦喺度諗住爆放，點知咧亦都係俾外邊嗰隻馬仔咧頂住咗，攝翻去內檔二碟位置啊。最後揾到個空位，最後咧150米睇翻。150米發生咩事情先啊？神啊！最後100零米啦，透出個馬仍然係暴風雷啊！但係呢個時候和道威3幾個節目已經將佢趕過，出邊咗個幸運同行入邊皮具大師先拔頭籌嘅馬係和道威啊！嗱，大家睇翻多少少啦，最後咧轉咗彎之後啊，隻永勝金區咧，其實有2度想發力嘅，但係啦向外即時頂住咗，發唔到力；向內啦，亦都諗住去超馬啦，點知亦都俾其他馬仔咧頂住咗嘅。最180米咧，見到咧有個急位咧空位啦，即時咧力側之下嘅話咧，就最後左邊片右片啊，最後咧亦都係3/4個馬位咧落敗啦，攞到第5名嚟噶啦，第4名定第5名咧差唔多噶啦，叮當碼頭嘅。咁全程啊都發覺咧，周俊樂咧都算係比較積極多少少嘅。咁輸咗一個腳程啦，第二樣咧就際遇噶啦。兩隻馬仔啊，就幸運同行啦，同埋隻和道威嘅之間咧就未能望空嘅，搞到咧隻馬仔咧都係難以咧去直路嗰下咧係去邊多幾下，直接係直路嗰下發揮佢實際嘅功架噶啦。所以啦，末段24秒44咧，上次已經係去到啡格嚟嘅，雖然咧就係冇乜作戰表現啦。咁今次啦。去翻個灑吉路程嘅2000長途賽事啦，咁同樣啦都係揾翻咧周俊樂嘅，咁希望咧呢隻馬仔啦11號嘅永勝金區其實已經足以咧少少曝光嘅，但係嗰個腳程咧縮翻去個灑吉路程咧，咁個直播率咧因為冇贏過馬，所以點都係會有嗰個位置咧係好分頭多少少啊，所以首選嘅阿飛揀咗嘅係隻11號嘅永勝金區，咁二選啦。10號仔嘅香港精神已經曝晒光啊！咁再買佢咧都無補於事噶啦，除非佢非常之好分頭嘅啫。咁呢隻馬仔啱啱係一係就係快放啦，一係咧就係後上速遞再發啦。咁2個冠軍，一個亞軍，一個季軍嘅10號仔嘅香港精神點都係攞翻啦。雖然8歲老馬啫，近呢幾仗啊，11月5號咧第1名嘅谷草2200長途賽事。跟住啦，谷草2200嗰次咧，同樣田產交殺旗咧，雖然咧都係落敗咗少少，全程都要大外跌啊，但每段時間咧輸一有4/3個馬位嘅啫。但係大家睇翻嘅，點解佢贏馬嗰次特勝3個幾馬位咧？當日咧其實唔多點作準啊，馬匹比較少啊，6隻嘅咋。咁另外咧去到上次嗰次咧10月17號咧，雖然話輸個零馬位，但係記住佢個分數咧係29分嘅啫。對比其他馬匹嘅咧，贏馬嗰3隻馬仔啊，38分嘅和道威啦，40分嘅就係幸運同行啊。第3名啦，嗰隻咧就係暴風雷嚟啦，已經咧係攞住咗個係40分嘅。其他對手嘅話咧，都係僅輸4/3個一個馬位之差，係29分至26分之間嘅啫。所以啦，其實啦，只不過在佢嘅後邊輸嗰班啦，全部都32分打上到墊底噶。所以當日咧中規中矩啦，攞住嗰個係第6名啦。所以隻馬仔隱藏少實力多少少嘅。咁直接啦，去到最新嗰次離低1500米賽事啦，轉咗金城江啊。咁磅數同樣115磅都唔算話特別輕磅嘅啫。咁當然咧，亦都係最後速勢台發嗰一下嘅咧，走勢非常之好啊，攞翻個係亞軍嘅。咁23秒34啦。咁近3仗
有兩仗嘅都可以係上名，一個第二，一個第一。咁所以嘅話呢，當打啊，8歲雖然老少少，但係呢老馬有貨多少少嘅。咁啊，二選呢，我揀翻隻呢穩陣陣多少馬仔啦，就係10號仔嘅香港精神。咁啊，三選呢，咁啊肯定攞翻隻有少少分頭多少少噶啦。咁啊有快有慢，咁啊直接啦，兩隻馬仔，3號仔呢隻嘅話呢，就係齊歡聚樂呢。阿肥今次咧只可以攞翻做4選啦，但雖然咧由10檔嗰次佢係第7名啦、第3名啦，最後咧領放贏一個馬位，但時間1分47秒33係填咗1800，最終一次啦1分48秒20嘅，然後頸位啊縮大少少，個時間亦都慢多少少。咁雖然兩次都係贏馬啦，但係最新嗰個從化試習啦，隻馬仔咧係越跑咧就越比較麻麻地噶啦，所以今次攞翻個好檔位，但係磅數由上次嘅122磅嘅霍雲星啦，去到今次啊。霍雲星已經算一檔好檔位啫，但係磅數133磅噶啦。咁呢隻馬仔呢，兩次嘅填咗1800呢已經可以攞住個冠軍嗰下嘅話呢，呢隻馬仔應該都係孭住咗個熱門，咪住多少少嘅。但係呢，食之無味，棄之可惜，攞第4名就算數啦。咁啊，搏冷唔搏熱啊！10號仔同埋11號呢，都基本上係大家都知道咗噶啦，有啲腳程啊，同埋啲曝咗光嘅一啲咁嘅足跡啦。所以呢，三選呢，阿肥呢就揾翻隻係可以完全係快放，但係呢亦都係之前係贏過馬嘅馬匹。嗰隻呢就8號仔嘅就係隻黃金風速啦。由於啦講先啦，香港精神啦，你發覺有隻馬仔呢不停咁樣圍繞住佢前邊嘅，嗰隻呢就係8號仔嘅黃金風速啦。咁啊，黃金風速啊，今個賽季啊全部睇翻，雖然冇贏到馬30倍。46倍、22倍、34倍，全部都係由頭放到尾嘅狀態，但係啦，全部都係贏得比較甩碌，輸得特別多少少嘅。但係啦，貴在啦，搏冷唔搏熱之際嘅話呢，嗰陣地翻蘇偉賢啦，上次啦12月5號先至去完從化試隻馬仔嘅啫，今次啦12月17號呢隻馬仔同更加大度後之際嘅話呢，依然拎翻去從化呢，繼續去操嘅，操到呢係1月15號先至係翻嚟香港呢邊嘅啫。所以啦，直接啦，今次啦，去到係1月18號嘅翻嚟香港呢，已經係半個月之下嘅話呢，隻馬仔8號仔嘅黃金風速，一係呢就去到呢完全由頭放到尾啊，23秒92嘅2分02.53嘅啦。所以啦，今次啦，直接啦，蘇偉賢嘅話呢。上次輸完繼續逢花，咁啊隻馬仔其實基本上呢，休養生息之際嘅話呢，8號仔嘅黃金風速搏冷嘅，我覺得可以抽選咗嘅係要咗黃金風速啊，好過要隻係3號仔嘅齊歡聚樂。咁所以啦，頭場嘅4隻馬仔全部都係相對性有少少戰績噶啦，咁啊直接啦係收選嘅，要翻11號嘅榮勝金區啦，二選嘅10號仔香港精神，三選啦8號仔嘅黃金風速，阿肥中意多少少，還是大家會喜歡翻呢隻呢3號仔嘅齊歡聚樂，同一兩隻快放馬嚟嘅啦。咁啊上隻快放馬呢，我寧願呢隻係爛爛地嘅8號仔黃金風速啊，四選先要翻3號仔嘅齊歡聚樂啦。頭場嘅係11、10號、8號、3號。第二場啊，直接得3隻馬呢，係完全係最標青嘅啫，1分08.84嘅11號嘅隻呢，航海風帆，同埋另外都係戰績馬嘅就隻7號仔嘅我最好啊。咁啊對比之下嘅話呢，兩隻馬仔啦，1分08.84啦，同1分09.46呢，有隻馬仔22日之前呢，係最好完成時間1分09.21嘅啦。咁呢隻馬仔直接啦，近呢兩仗全部都穩咗呢，就係嗌到拿測騎噶。咁啊直接一次嘅話呢，1分10.2嘅。攞住第3名，最新嗰次啦，係每段時間23秒45呢，比佢之前23秒77呢更加係快咗少少啊，快咗0.3秒又0.28秒啦。最後呢，每段時間呢1分09.21㗎，雖然最後呢係輸啫，但係啦1分09.21呢已經足以呢就係屌得晒今日呢其他馬匹嘅完成時間嘅。嗱，快速俾大家望望啊，灰咗嗰啲1分09.80，1分10.07。乜團結之靈啦，咁啊同程啦，直接啦1分09.70，1分10.18㗎啦，全部3號仔冇跑過路程啦。最新呢隻馬仔同樣係輸贏嘅馬位比較多少少添啊。即係線路英雄呢亦都冇跑過路程嘅。5號仔嘅呢隻呢有聲有色呢1分10.88啊。6號仔啊普魯托斯呢冇跑過路程啊，反而一般般嘅啫。咁啊另外啦，睇翻隻8號仔啊，就隻騰達勇士呢，亦都係。四題啊進展啊已經咧冇乜點樣係進步噶啦，13個檔更加唔揀佢啦。10號仔嘅呢隻咧就係勁進嘅傳奇咧，直接咧反應咧雖然良好啊，但係冇跑過路程，7檔夾水馬檔位。咁上個賽季咧亦都係1分10.68嘅。咁睇埋就係手錶之星咧，直接啦完成時間早嗰次啦1分09.01啊，但今季咧最跑夠幾次咧慢慢大度後啊，1分10.91噶啦。14檔外檔唔揀佢添啦。
咁啊直接爆王啦，亦都係啦，1分10.37嘅。咁呢幾仗啦都係均速咧就完成咗，但係冇乜特別大嘅起色嘅啫。咁啊直接唔敢翻唔要佢噶啦。咁14號嘅大眾快驅咧，亦都係之前嘅1分12.64添啊。今個賽季隻馬匹走勢雖然唔差，但係咧近呢幾仗嘅完成時間咧，交頭咧都冇乜起色可言啊。所以啦，都係唔揀噶啦。所以對比之下啦，9號仔嘅呢隻悅目咧，又要佢名噶啦，即係非常之係悅目噶啦，1分09.21。雖然上次咧第三名嗰次咧1分10.2咧都可以咧對比其他對手已經可以係贏咗唔少啦。咁啊，雖然最新嗰次啊12月27號啦，聖誕期間啦，隻馬仔冇贏到馬，但係咧1分09.21咧都係快步速嗱，都係咁記住啦，包括更加第4名嘅啫，52分之下嘅其他對手平均嚟講都係52分咁上下嘅，所以咧呢度咧冇乜馬特別大參差嘅啫。咁攞住個第4名之際嘅話咧，隻馬仔今次攞住個最好檔位，一檔好檔位添啊！咁隻馬仔咧希望啦，完全都係以快放為主啊！過往睇翻佢個策騎之士啊！所以首選嘅阿費中意嘅希斯同樣配搭都揾翻係嗌到啦，試習亦都係嗌到啦，比賽亦都嗌到啦。今次啦一檔好檔位，原來咯亦都俾埋黃牌嘅，所以咧希斯呢隻悅目嘅話咧係阿費嘅首選啊。今日二選啦，咁翻兩隻戰績馬啦，都係7號仔嘅我最好啦，同樣啦上次啦第5檔之下嘅話，同樣都揾到係艾少利嘅，咁啊1分09.46啊。咁對比其他對手就係隻悅目咧1分9.21咧，之後嘅話咧已經係佢啦。但係7號仔嘅我最好咧，過往咧其實隻馬仔咧都係叫做比較輕鬆啊，由頭放到尾㗎。咁啊雖然咧開頭嗰次啦，2025年嘅9月份啊，隻馬仔咧就係乏力咧墮後啊。咁去到2025年啦，就係嗰個係11月開始啦，隻馬仔啦開始咧就係拉絲回氣啊，攞翻第2名嘅。跟住啦，就附近呢幾仗啦，隻馬仔咧都係輕鬆直路咧，就係變質一下噶啦。咁啊，初次去比賽啦，即時咧落飛去15倍噶啦。雖然當日冇贏到馬，但係完成時間1分09.46咧，光先啦成堆馬啦，都1分10打上，就算冇嘅話咧，都1分09.78以上多少少嘅。所以今次10檔我當冇有怕，我最好，我覺得可以3甲不二之選嘅。咁啊3選啦，要翻係隻11號嘅紅海風範啦，2個冠軍2個亞軍嘅一隻紅海風範，大家睇翻啦，1分08.84係3之前嘅啫。咁啊直接6個架同程最快末段22秒66，然後啦最後評分入批咧可以加4分嘅。咁啊直接話最強騎練嘅話咧，蔡明少同埋咧文家良嘅配搭咧係50% 可以入批噶，所以3選咧加埋就係隻11號嘅呢隻咧戰績馬就係紅海風範，大家睇翻啦，過往到而家1分08.84，1分09.71， 1分09.89噶啦。咁隻馬仔雖然有少少係回落少少啊，回堂啊，但係咧同樣咧揾翻蔡明少策騎咧，咁佢個騎練配搭咧睇翻佢統計資料啊，今個賽季4次嘅話咧，直接咧就係標誌極光咧，完全咧文家良非常之睇好咗咧，就係蔡明少嘅3次比賽咧已經係直接啦，有2次一個冠軍一個第2噶啦。咁直接咧4次有2次交頭完成咗，咁非常之係好嘅50% 以上啊！咁今次嘅話咧就係文家良馬房咧揾翻咗蔡明少策騎咧，咁最新嗰次咧都係1分09.87咧，唔係佢最好時間，因為點解咧？見到啦，完全直路嗰下咧，稍翻唔少腳停嘅，但係咧未能望空啊，搞到咧400零米咧受困嗰下咧，隻馬仔有少少係收慢，但每段時間咧22秒66咧，最後邊睇嗰幾下啊，400零米啊，完成時間1分09.89，絕對唔係佢最好時間嚟㗎啦。咁過往隻馬仔咧亦都係完全快放㗎，23秒7嗰個係37嘅完成時間1分09.71，同埋完全快放輕磅之下嘅話咧。係22秒80嘅1分09.19，呢隻咧完全係戰績馬嚟噶啦，所以啦，基本上呢隻馬仔3選嘅毋庸置疑嘅墊底攞埋佢啊，咁啊直接嘛，但呢隻馬仔應該非常之熱噶啦，咁熱得之下嘅話咧，我寧願揀翻隻9號仔嘅悅目啦，近期咧越跑越好啊，都我覺得一檔更加好檔位添啊，咁啊直接啦，第2場嘅3隻馬仔9號仔嘅悅目。7號仔嘅我最好，同埋啦11號嘅紅海風範，呢隻全世界睇好咗，咁我所以個賠率非常之低嘅，食之無味棄之可惜，攞住個做3選就算數啦。咁膽你可以揀佢，但係我覺得係9號仔嘅悅目咧係阿飛特別中意嘅隻馬仔啊，所以第2場嘅係9、7、11係阿飛心水推薦。好啦，1、2場交代完畢，有賠率之後嘅話咧，先至再睇翻邊隻馬仔最直播啦。好，下次片見，拜拜。